2026年4月8日利未記第11章。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：你們要告訴以色列人，地上所有的走獸中，你們可以吃的動物就是這些：分蹄有子而且反芻的走獸，你們都可以吃，但你們不可吃下列反芻或分蹄的走獸動物：駱駝，因為它反芻卻不分蹄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；石寬，因為它反芻卻不分蹄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；兔子，因為它反芻卻不分蹄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；豬，因為它分蹄有子卻不反芻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。這些走獸的肉你們不可吃，它們的屍體你們不可摸，你們應視為不潔淨。水中所有的活物你們可以吃，就是這些：凡是在水中有翅有鱗的，不論是在海裏或是河裏的，你們都可以吃。在水中游動或生存在水中的活物，無論是在海裏或是河裏，若是沒有翅和鱗的，你們都要當作可憎之物，它們是你們憎惡之物。它們的肉你們不可吃，它們的屍體你們要憎惡。所有在水裏沒有翅和鱗的活物，你們都要當作可憎之物。在鳥類中，你們要憎惡，也不可吃這些雀鳥、鶻鷹、鵰、鶲、鳶、獵鷹等隼類，所有烏鴉類、鴕鳥、貓頭鷹、海鷗、蒼鷺等鷹類、雌鵲、鸕鶿、大鴟鴞、白鷺、唐鵝、寶、鸛、紅鶴等鷺鷥類、大象和蝙蝠，凡有翅膀、四足爬行的生物，你們都要當作可憎之物。但在所有有翅膀、四足爬行的生物中，如果有足有腿，能在地上蹦跳的，你們都可以吃。在昆蟲中，你們可以吃這些：蝗蟲類、螞蚱類、蟋蟀類、蚱蜢類。但是其他所有有翅膀、四足的生物，你們都要當作可憎之物。以下事物會使你們成為不潔：觸摸動物屍體的，就不潔淨到晚上；拾起它們的屍體的，就要洗淨自己的衣服，並且不潔淨到晚上。所有分蹄卻無子的，不反芻的走獸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，觸摸它們的就不潔淨。所有用四足行走的動物中，用腳掌行走的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，觸摸它們屍體的，都不潔淨到晚上。拾起它們屍體的，就要洗淨自己的衣服，並且不潔淨到晚上。以上這些你們應以為不潔淨。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中，你們應以為不潔淨的是這些：游鼠、石鼠、蜥蜴這一類，以及壁虎、聾子、守宮、蛇衣、變色龍。在所有爬行的生物中，你們應以這些為不潔淨。它們死了以後，觸摸它們的，
都不潔淨到晚上。他們當中死了的，掉在什麼東西上，無論是木器或是衣服、皮子或是布袋等任何器具，都成為不潔淨，要放在水中，但仍不潔淨到晚上，以後就真潔淨了。他們當中死了的，掉在什麼瓦器裏，其中不論是什麼，都成為不潔淨。你們要把瓦器打碎。瓦器的水若是滴在任何食物上，食物就成了不潔淨；若是滴在裝了飲料的器皿裏，飲料也成為不潔淨。他們屍體的任何部分掉在什麼東西上，那東西就不潔淨，無論是驢或是鍋，都成為不潔淨，應該打碎。你們應以這些為不潔淨，但是水源和儲水池仍算是潔淨的，只有觸摸水中屍體的才是不潔淨。他們屍體的一部分掉在要播種的種子上，種子還是潔淨的。但是如果種子已經澆了水，他們屍體的一部分才掉在種子上面，你們應以這種子為不潔淨。一隻你們可以吃的走獸死了，誰摸了他的屍體就不潔淨到晚上，誰吃了他的屍體就要洗淨自己的衣服，並且不潔淨到晚上。誰拾起這屍體，也要洗淨自己的衣服，並且不潔淨到晚上。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動物都是可憎之物，都不可吃。凡是用肚子或用四足或是多足在地上爬行的動物，你們都不可吃，因為它們是可憎之物。你們不可因任何爬行的動物使自己成為可憎的，也不可因它們玷污自己，以致不潔淨。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，所以你們要使自己成為聖潔，你們要分別為聖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你們不可因在地上爬行的任何動物玷污自己，因為我是耶和華，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上來，為要作你們的神。你們要分別為聖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以上就是有關走獸、飛禽、所有在水中游行的動物和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動物的律例，為要把不潔淨的和潔淨的、可吃的生物和不可吃的生物分別出來。讀自納經禱文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們展露你的心懷，你向我們所懷的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看似完美的事物也有它的限制，而你的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的眼睛，讓我看見你話語的奧妙，好使我每天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在聖靈的引導下閱讀和思想你的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